未婚小夫妻西施房相会，两个人谈谈讲讲说说，哈，开心得不得了。哎，刚刚说什么辰光差不多吃饭去，大家坐了一搭，老夫妻一对，未婚小夫妻一双，加上个上子份。吃饭辰光刚刚嘛，要进京复主噻。进京复主啊，愚人从此一番奉旨升个桩儿子，皇帝们是一起个回复。咁啥辰光最呢？明朝就去，明朝去到北京，那样子安顿，那样子安顿么这里啊？余仁忠啊，要输了上官驿。现在讲起来，三姑娘官部招待是不是讲？咁么，要到官驿里一年，上次问是非要在，不适宜个到我屋里去吧。我屋里地方大嘞。余仁忠夫妻两个加上司马应景，登了上王府。一儿呢，一儿到至北京嘛，要进宫了，碰到皇帝去。刚好叮当一小一狗10点来着，眼睛一眨，到北京。到至北京啊，李督上王府，一儿进宫。进宫嘛，皇帝们前还要去拨个消息。新事下不过皇帝讲，哎，爷娘寻着在，是吧？搿个一趟进宫，要到皇帝去讲一讲，发生的一切和气氛，尤其个下用不是个么子。皇帝们在去告礼上，哎，我个未婚夫谢家务事哪里有水利？一路过来到乾清宫，关着他给通报，他给报到里向。皇帝听啊，妹子来噻，哎呦快个，咁喏，连人有张儿子啊，应当还有消息好打得来的，心情最啥子？高兴，为妹子高兴啊！爷娘寻啥子呀？是一个人啦，良心好总有好报，因为妹子良心好，娘欢喜你，哎，因为我不理到圣旨，你去办好事体。13、11年的爷娘不离绑团子，现在究竟嘛，自家人了，马上这就写他给出来。啥哎？万岁有旨，宣玉梅娘娘进宫见驾啦！领旨。当一啥领旨呢？一儿什么宫里想得了进来？哎呦！这看见王兄先细细受了老等，不敢怠慢，要紧打进两步，到王兄门前恭恭敬敬。啊，我王妃岁岁上，谢妹即将我王妃岁，妃妃岁。不，皇帝满面带笑，啊，玉梅禀身，多谢妃岁。一旁赐寿。是，谢妹洗手了。公务送上香茗之后，皇帝把手一挥，退下去。说的，咦，我搭里谈谈，要谈上娘的事体了，他旁边有人不大方便。公务他给全部未必么算两高头。啊，玉梅，王兄，离人心一爱。必想水火心言，在寡人跟前，可能一讲。是，显得王兄关心的。该啥事体引起的那王兄一道圣旨，让我要负圣旨。我有啥子问上王先生，各大理人员，非则弄得来落岗试问，无用亲自各大理人员，一定要拿我三个人杀。咁呐？王兄他们还是定让我罪名心狂啊！王兄，对谢妹罪来。泪
许此言不知等之言，也感谢王兄救命之恩。皇帝听见这个一段话，也是个气了，也是个恨。他天把一儿把真心收，不
头气难平，想不到华容山他莫无君收拾真该里见人到山东为呀后路人西苏儿司马眼睛被他上面言语那余生中夫生慈爱都得力，才能够立为官来，名正心。上万千他是天边金标之下来举神面，哎，不是啥事啊？何用去后李仁友还不是很好，当然李仁友已经杀对子啊。何用呢？莫无君王事实如不得山东，哼，不客气啊！你唔不我，那是讲我也不要你。哎，搿只位置蛮重要的，大理是真卿做过的犯法，在了你水里身。眼睛里向皇帝也不干，乃审案子审得清爽噶。我手堂浪向官员啊，有事体的不能审出来没事体，不事体的到顶到不能审出有事体，搿为了得。义正上纲，搿只位置要努力拿脱。第二个人呢？第二个啥人？哎，于才，哎，余仁宗啊。12个爷，晓得是12个爷，在让你把了山东啊！哦，山东到皇人差得远嘞。倒不是上余生中吊打奸人的期待华容来保地君，但搿只位置不拉余仁宗，你对周廷小心些啊！玉梅，王兄，寡人要恭喜玉梅啊，喜从何来？山东找到了亲生父母，是向此爱令真于人中甚得甚好。寡人若是将他调到京城，让他做大理寺真卿一职，你看可好？哦，哟，王兄说的好个。如果要调到京城里，让你做大理寺真卿一职，本当杀人何用？何用这个杀去？
非看不样，再看你能何如谁人孩子？千万把握！他了来呀，谁是不离气啥个？为侬来呀杀！养不见父子个娃，养得出是那种能的人，肯定不是还好。去了，哎，王兄做主，侬我也迭代不进来。哎呀，也哪不卡我？现在我是玉梅娘娘的身份。哎呀，也代子不进来，你还抖抖悠悠着玩，也还用不上那山东吃口子，开心哦！哟，多谢王兄。理该是此。哟，王兄，为玉梅，为玉怎样？王兄。王兄，司马引进一代，王兄的大德大恩，他永世难忘。定要爱人贸易，为王兄也出马之来。这两句话皇帝听下来，就一气哈笑。哈笑的啥年？喏，司马引进啊，到底读书人知识大礼。我皇帝不容易的，为一个平民百姓和甚至专门来生这桩儿子，感激我，要报我恩，报我恩，要也出马之了。妹子啊，你门开进啊？啥个意思？啥个意思嘛？专治外边之西法，让门我讨过去，要来吗？要啥个来？要来么做官了？哎，到也没啥。那后堂里妹子讲起啊，司马引进地方上名声交关之好，人好个。那么学问应当讲还好个。我倒听听看，你预备帮你男人讨一个啥个官啊？出村了，我答应你。牙花花搿啥不来个？妹子啊，王兄啊，咁你得试试看呢？那哈，司马引进嘛要报恩嘛，就是做官啦。做官嘛，难看不离一个啥个官职。哎呀，一儿难为人，像王兄啊，你弄错在，你但是诚心诚意想报答那个大恩大德，不是太过走啊。哎呀。不可一儿想想，我是白州愚昧，真正不大懂啊。这王兄们的眼里们非而已之，是怎能做官了？非着拿眼里呢？哎，想想做官大不少。本当我们愚昧身份，公子们
一家师生8一人，你心里想总归不是一个，你走之过了。哎，身高为人，你但出发不多，你心里想是一的。哎呀，但是王兄那门把你走啥个过？公子你读书海了呀，但是走过也有能力，不能力，我但讲不出。啥啊？有对有主，我让王兄做主吧。说王兄啊，哎，那公子呢？你读书是海个，不过走过是从来分走过，你是8一人的，所以你有几何能力，我大不晓得。是这样吧？读过那非不你走啊？那从顶顶起码后让你走起。你看，你有几何能力？两才录用，王兄你开口哈。皇帝欧心，哎，妹子哈个，不是啥个我个未婚夫啊，姑爷大啊，哎，一大一好，不是个。为啥为王家杀相？有几何能力做啥个官？那么几何能力你也不清爽，我不明白。两才录用，从起码后走起，搿把得啥人好几年？弄个小然后去做个职员，起码后慢慢叫做上来，合不来个。小然后去做职员，你啥个身份？父母呀，只要你多一人亲，就是父母呀。那么你到小然后去嘛？像虞美人还跟你到小然后去吃苦头呀？不来怪娘晓得不要蒙山门噶，是吧？哪弄法呢？也是跟我家道不有家道嘛，让你做家道办事处主任，哪弄法？皇帝想这个弄个虚眼头，摆辣我身旁边，让我来看看有种让我们叫人格格里，能力培养起来，能力好培养的呀。培养起来之后，我一样用人，那么用自家人来看噻。妹子啊，王兄啊，我看谁个？那哈，上来呢，先弄个后领钥匙把你走走，让我身边的，是吧？看你有几何能力，能力好的让你做大官，能力一般的，那么随了皇宫附近这个看得见的人户，好搭来登了一道。来看呐哈！哟，王兄英明，多谢王兄。皇帝顶欢喜听的是英明两个字，英明领袖啊，皇帝英明啊，顶我心人基本上搿桩事体摆平在，搿喏顶要紧的事体。妹子16岁，讲大不大，小才不小才。从前13岁做娘天下痛16岁人好成亲人，搿喏，我是皇帝，我不来当来做主，儿子嘛反吓人玉梅，王兄，为与一事要与你商议。哟，王兄为与后事，请讲不妨。那。想你儿把你挖，非设下，理应该与司马眼前扎扎结理应看热愚昧神魂黑娘在当一杆线愚昧王兄做主，这是神请你开口这个，哎呦，
讲着自家的终身大事，面孔啊红起，谢。分此一粒绯红，提起终身人，那地的那位心。有此事，天兵万兄做主。河南为人在，对啊，对我去在。所以小姑娘是这样的，河南为人家，不像现在了。现在是啊，有两个小姑娘，还要嫁人吧？蛮好吧？啊，对方条件呢哈，房子该给他，起初阿语啊。从前小姑娘不一样的，男人啊答应人蛮好，那么我做得主，要拿点态度出来的，啥体么事要拿出来的，空口18话，我皇帝特别讲。妹子啊，王兄啊，皇帝今日呢，爱些点啊，我叫青天改来改。咁我想问问看啊，你成亲之后，预备登了北京呢，还是预备登到山东去？王兄啊，我北京也想试试，山东也有登登改。哦，半年嘛，北京陪3个人，半年登了山东，我要去陪娘改。好，皇帝 OK， 娘所以欢喜的分把欢喜。对个，北京陪男人理所应当，还有半年留出来去陪娘。身为愚昧，不忘记娘的恩情。你实讲讲到父母府山东，我当你好好叫用特点动力，我姓牛的。啊，愚昧。王兄，实讲，北京我当你上父母府，山东呢，我是讲想，山东本身啊，蛮想户空归来。娘们啦，寻寻山东的房子不当那啥的，非让梅相府改为父母府。哎呦，王兄啊，万万不可啊！为啥？哎呀，王兄啊，梅相府是你从小长大的产货，这个里向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包括里向搿点宝石了，统统不能动的。咦，为啥？将来虽是名声古旧啊！可是人家要买门票了哇！嘿，王兄啊，那我带着山东。你房子别打我山寨，为啥？我主要是去陪娘的，所以啦，你梅相府不能动。我在庵堂里向，我去搭娘灯啦一台。好，那这个对娘好，真正好。待我心小呀，我不去呀，我去知娘要上啥个呀？你能够山东等半年陪娘，娘一定高兴。妹子啊，王兄啊。事体既然实讲，那么我拜托你子，尽管吩咐。到山东，娘个让我去过呀，破纸落少，我看得来心里向难过。是呀，我皇宫里向那个黄金蜡片，
娘辣铺子落说暗堂里向，我觉也困不上。对官，那么托难在，那哈，难到山东，难要想办法动脑筋去说服娘。两条途径，那哈，一，另外重查寻衅案；二，索性寻衅案翻上。所有的开销，你一张白条，我皇帝报销。哟，王兄，像梦寐之事，幸有相妹在此，王兄放心必了。放心在，放心在。既然讲好了嘛，我春天改节来，黄道节日改好嘛，到辰光让你多省钱，我不管啊。哎，父母府辣北京晓得考究，多少大小，现在种别墅啊，滚开，差得远来。20亩土地，哎，大花园上，关照军队一道帮忙，还几个计划辰光上好半年，1年啥人负责啥队，皇帝不得了，半年啊，啥得好，啥得好，人多就是力量，哎，回到里头嘛，主席搿句闲话讲得一眼也不错。到辰光父母府上好。黄道节日到，让你多省钱。到预算来，我到预算来，像侬一样交关了，我也不去讲你去。好了，按照安排好。那么一个人呢，还到北京去。啥人出煤团帮与何勇？何勇出得个煤团一塌糊涂，跑到山东农36道，盘踞进京，回到屋里，老夫妻俩高头是哭得来。多养我呀！侬死他，我家里头中些事，设灵堂哭啼啼，啊，把人来吊好。哦哟，出了是外高头浪皮带上。3日天下来，老夫妻两个商量点啥么？何用的老高兴还不是好么子？说男人啊！侬嘛已经死在生死不能复生，啦！但是搿口气啊，我咽不落。我死下来看也不比，要报个税。我用讲报啥个税呢？报啥个税啊？侬死了啥人手里？死了余仁忠手里。老实讲，寻上知文打不过，但是寻余仁忠出口气必须的。弄啥哩？弄啥里嘛？你2瓶，我也2瓶呀！我店里头还打不过了。实讲，你屋里向给200万家当，拿一半送不拉你送，100万两银子啊，买余仁忠的脑袋。哎，我用天来三个，100万两银子买余仁忠的脑袋，余仁忠不过2品之职，100万两银子啊，不是个。没好，马上准备。青天在菜，咁100万两银子，现银子拿不出个啊！拿出来啥个么子呢？拿出来个典当、县长、烧坊、房契、地契、假日100万两银子，搿点么子都正好，一只盒子，相当精致，里向么子包好。拿出只盒子，到二相府求见二送。二送一听不见，搞青年才搞啥么子？搞你个农死脱了啊！带好个朋友跑到我屋里向来出煤团个，不急，难怪找不急，我不来。何用半夜间，那门工去敲边，门工个浪何用啊搞了大动的，100两银子门包动的，捡着100两不难，捡不着不拨个。搿门工是好话的呀！哎哟，老三呀，你要见搿你水里向只盒子啊，哦，搿只盒子真贵个，搿个里向看来是好物事哦。那么你送出了偷财无据啊，看了物事面浪嘛，搿么进不就进了？为啥你进来进？进来嘛，何用不落道？举得你送门前，
姐呀，你帮忙，帮我出口气啊！你说是哭点啥？不要哭，我屋里一份心眼啊！啥事体？这个都，我到夜头拨了余仁忠杀哥哥，那盒子里向加入100万两银子，我一半家当。姐呀，这个不是送不的，你无论从想办法，弄杀余仁忠啊！你送出了听见100万两银子，一口答应。好，来走起，包揽我身上。何勇走起，不晓得一个朋友来着，啥人？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啥问我打出来是几呀？你呢？把何勇弄杀余仁忠啊？呀！你也看见何勇外高头浪皮带色，你啥去弄啥里呀？不要，这我看呢，干脆何勇屋里该200万，弄脱何勇200万一道过来。要是200万一道过来，哪过来法子？10杠上10杠多。何勇出了市场出卖头的，可到底哪行人要何为继续？